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走邪路的越南，还有一帮走邪路的，比如说阿根廷、米莱，还有马斯克这些人拉帮结队手拉手走邪路。先说是这个越南根据这个联合早报报道说越南批准数十年来最大改革计划，估计裁退10万公务员。你就听这数字就感觉这是大跃进呐。你想越南一共才不到1个亿的人口9000多万，合着比河南还小，他就要裁掉10万公务员，这是不打算过了，这是铁了心要走邪路媒体报道说越南国会正式批准了一项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计划，这个举措将削减数万个工作岗位，并从根本上精简臃肿的政府机构，以实现宏大的经济增长目标。越南国会星期二，就是2月18号，在河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彭博社报道说，估计10万名公务员将受到影响。政府的目标是将部门、政府机构和劳务人员的规模缩减约20%。这是越南1980年代实行轻市场化改革以来最大力度的调整。越南将根据改革计划撤销5个部门，其他部门将会合并，例如金融、如规划和投资部门整合，许多国有电视频道关闭。一说到国有电视频道关闭，这很多网友就打心眼里感觉到解气高兴因为在很多国家这个国有电视频道就是花大头的钱，对吧？让他们说好话这是米莱说的多份报纸和杂志停刊，信息渠道受到极大削减。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在1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有时我们必须吃苦药，忍受痛苦，切除肿瘤，才能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这个苏林说的那是相当朴实道理就这么简单，把肿瘤不切掉，它就吸取你身上的营养，你就很难健康毫无悬念这个越南竟然也走上了邪路。说好了兄弟一起受苦，对吧？兄弟一起走一样的路，这回你看越南这小兄弟竟然也走邪路，要裁10万公务员呢，那就少了10万个人为越南人服务这越南人受得了吗？这服务质量会不会下降？说实话我对苏林也没什么印象，我对他的印象反而还是负面的，因为关注的非常少，基本上很少关注，也很少看他的报道。我的印象中苏林他是个强力部门上来的，他以前当过越南的什么公安部部长，后来是怎么上来的？靠反腐，就是当酷吏对吧？就是在越南抓这个抓那个，某种程度上就是搞斗争嘛，这是我的印象因为他是公安部部长，然后等到那个上一任总书记叫范什么，姓范的吧，名字我也忘了，老头后来去世了。越南是4驾马车，越南的总书记、越南的政府总理，还有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还有越南的叫什么国会，他是4驾马车，他很有意思基本上是相互制约，但是他越共总书记的权力稍微大一些。后来这个苏林他就坐火箭上来的，那个前一任书记那个范什么去世了这个苏林就正式成了越共总书记。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苏林是个集权，总之是负面的，这也可能是一种偏见就是他的履历让我对他有偏见。像《申公报》说的人的什么偏见，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但是苏林上台之后干的这一切让我感觉大吃一惊大家可以看看苏林他在越南首先他取消了户口本，大家看视频。Trước đây là làm cái gì đấy là phải đi photo hộ khẩu, xong rồi đến công chứng xác minh hộ khẩu. Bây giờ nó không còn hộ khẩu nữa thì lấy cái gì mà công chứng? Thế hoặc là bây giờ trước đây mình đi xin làm một quyển hộ chiếu chẳng hạn, thì có một tập giấy tờ, hoặc là muốn đăng ký xe máy nên cái gì một tập giấy công chứng rồi xác nhận thế này. Thế nhưng bây giờ mình qua cái thủ tục cải cách thủ tục hành chính, mình không cần cái đó nữa, thì tự nhiên là cái ngày công chứng này là nó lại giảm bớt đi, độ nóng của nó sẽ giảm bớt đi. Căn cước công dân thì đấy cũng được xác định là cái giấy tờ duy nhất mà xác định cái địa vị pháp lý của người giao dịch ấy. Bây giờ tự nhiên là từ cái đó đi chả cần phải xác nhận cái gì, chả cần phải photo chứng minh nhân dân hoặc là phải làm gì cả, một cái định danh đó là giao dịch được. Và trên môi trường điện tử thì cũng là cái số định danh đó để giao dịch đấy, để xác nhận cái việc đó thì nó đỡ cho cái công chứng rất nhiều.
这是苏林的讲话，你看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对吧？这个在越南有身份证就行了，就能证明你身份，没有必要再要户口本。你看人家从这一次啊，越南要裁撤10万名公务员，我们可以看到，不管苏林他个人是什么一个思想，对吧？是什么一个主义，至少说明苏林啊，人家是顺应潮流。哎，你别管他是为了集权还是为了干什么，他的目的咱先不说，他的行为他客观上是不是符合当今的社会潮流？社会潮流就是减负啊，这老百姓负担太重啊，对吧？实税者、实利者太多啊，这个不就是再分配吗？咱们做节目经常说啊，对吧？现在问题在哪儿啊？你想把蛋糕做大太难嘛，对吧？都想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哎，这个过去都是这么来的。哎，发展中解决问题不痛，对吧？老的既得利益者，哎，也照顾到了，不动他们利益。新的人有新的蛋糕来给他，这样社会也和谐，大家也发展了。但是现在这个走不通，因为蛋糕做不大了，那就必然要对存量进行重新分配，这样让它效率更高啊，对吧？我们都说要提高韭菜收入，你怎么提高啊？蛋糕没办法做大，那只能说大头这块少花一点，给小头啊多分一点。你大头怎么少花呢？对吧？这个越南人给出了答案，阿根廷人也给出了答案，马斯克现在正在给答案，那就是裁员了。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对吧？你看人家越南马上走上邪路，这叫顺应潮流啊。相比之下啊，这印度那恐怕还要再反省反省，对吧？印度的公务员多少啊？印度吃财政饭的多少啊？要说弯道超车啊，我看恐怕越南那是真正的弯道超车啊，人家从制度上开始超越。但是呢，这个越南啊，他裁公务员效果到底怎么样，对吧？裁完之后稳定不稳定？裁完之后经济是不是发展的更好？这个咱们进一步关注啊。我想啊，这精兵简政，缩小开支，对吧？把人力给老百姓，让利给企业，这总不会错。民富了，国才强啊，国强民弱，这个不能持久。说到这个越南走邪路啊，我们就不能不说啊，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这个米莱在阿根廷走的邪路啊，总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对吧？我们以前节目也介绍过，它的通胀啊，基本上已经压下去了，比索现在不再贬值了。阿根廷的财政，对吧？它的赤字啊，它的窟窿没有再增加，人家当年啊，就是2024年，阿根廷财政还是实现了盈余。那这么下去的话，他那个政府的债务就不会再增加，反而是缩小。但是啊，我们也要说啊，人无完人，就我一向是这个观点，就我们不能把一个人啊当做道德榜样，一个人没有瑕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要说说米莱，说说马斯克。这个米莱啊，最近啊也陷入这个发这个叫什么数字货币吧，代币，哎，这个风波啊，具体什么事情大家自己去看。但是米莱在中间肯定是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作用。这个国内有媒体报道啊，阿根廷总统发币5小时之内暴涨暴跌，割韭菜。当然他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跟米莱是有很大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效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他的加密货币，在5小时之内，先总市值暴涨到40亿美元以上，然后暴跌到垃圾级别。有人在瞬间大赚上亿美元，狠割了一把韭菜。反对派指责米莱推广骗局，提出对他进行弹劾，但米莱否认这一指控，声称不了解情况。事实是什么呢？2月14号，米莱在其拥有的380多万粉丝的 X 账户上发布了一个帖子，宣布推出他的加密货币叫 Libor， 声称这是一个独特的投资机会。他说该加密货币旨在为阿根廷小公司和企业家提供融资，这个私人项目将致力于鼓励阿根廷经济增长。帖子里还附上了 Libor 的链接，也就是米莱啊为这个虚拟货币的发行啊背书了，他转发了，完了还加了链接。没过几个小时，米莱删除了这个帖子，并且又发了一个帖子表示啊，他与该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我并不了解这个项目的细节，在了解之后，我决定不再继续传播。然而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 Libor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加密货币发布之初，大部分加密货币都存在少数几个数字钱包之中，其价格几乎为零。刚发布半小时， Libor 迅速上涨到5美元，总市值超过40亿美元。之后不到5个小时，其价格就暴跌到每分级别，截至2月17日已跌到 0.0000721 美元，那就是基本上清零了。加密货币安全问题专家巴勃罗·萨巴特拉表示啊，米莱共享了索拉纳区块链平台的
智能合约，这是一种银行间的代码，最近几个月在压住高波动性资产的投资者中流行起来。萨巴特拉说啊，我看到的第一件事，该网站于昨天就14号注册，这是典型的骗局。他还表示啊，这个加密货币是米莱发布帖子前几分钟创建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主力持有者叫金鱼啊，以几乎零的价格买入，然后价格飞涨，当涨到高点时他们就卖出。萨巴拉特说啊，这就是所谓的抽水抛售。他指出他看到有人在很低的价位买入，2个小时之内赚了400多万美元，还有一个账户通过抛售赚了8700万美元。有人发现啊，说发行 Libra 的团队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加密货币团队是同一帮人马，而这个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这个虚拟货币啊，已经跌掉了83%。这个团队割韭菜可谓经验丰富，在 Libra 中共计套现1.07亿美元。阿根廷总统府15日宣布对此事展开调查，并表示米莱总统决定立即让反腐败办公室介入调查，以确定是否有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的任何国家政府成员是否存在不当行为。但是反对派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对吧？所以说15号啊，阿根廷的反对派宣布将对米莱提出弹劾，这个是媒体报道的啊。那这个就说明米莱啊跟这个虚拟货币有关系，也是因为他的账号给他背书了。那有人就说了，那也可能他账号被黑客对吧劫持了，或者是这个被身边的人利用了等等，这也有这种可能啊。但至少米莱啊，他需要把这事说清楚。有媒体说啊，米莱的妹妹被指控收取骗子费用，成为加密货币这个中间人。他的妹妹叫卡琳娜·米莱，正式职务是总统府秘书长，但他迅速成为总统最有权势的顾问，陪同他会见特朗普及其他世界领导人，并在国会推动改革。这个跟米莱相反啊，这个米莱的妹妹啊，卡琳娜·米莱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在竞选集会以外很少公开讲话。现在矛头就指向这个他妹妹了。我们看看米莱啊自己是怎么说的。米莱对媒体说啊，我又没有宣传这种币，我只是分享了一下。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丑闻呢，对米莱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也对这个阿根廷未来的这个改革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甚至是动摇。这个米莱本身啊，他对加密货币就非常感兴趣。我有印象啊，那特朗普对吧，他发了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啊，那米莱是不是受这个影响？他本身对这个就感兴趣。前面有人对吧做出了榜样，米莱啊一直啊想通过这个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啊来振兴阿根廷的经济，但是这种割韭菜行为啊，让他的改革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引发公众啊对政府高层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强烈不满。那反对派借此机会加大对米莱政府的批评力度，呼吁进行独立调查。至于米莱对这个事情涉足有多深，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还是那句话啊，叫人无完人呐，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人因为他取得一点成就，或者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把他打扮成一个道德楷模，那个就是要把他往神坛上送啊，对吧？人都是有缺点的，有瑕疵的。这个我想到了那个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应该有本书啊，是谁写的？不知道是不是梁启超写的还是谁写的？大家可以自己找着看一看，就是介绍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这个人道德上没有一点瑕疵，到什么程度啊？首先他不贪财，他吃的非常简单，他喜欢看书啊，他呀边吃饭边看书，然后他媳妇呢就负责给他换菜，因为他那个筷子啊，他只夹那个筷子边上的那一菜，他就是他看书啊费尽万事，你桌子上摆4个菜，他只夹离他近的那个盘子菜，所以他老婆的老的给他换，哎，这个菜夹完了，赶紧给他换一盘别的菜，给他挪近一点，这么一个人。然后据说啊，他老婆也给他找个小妾，王安石都不要，就一个媳妇，就道德上没有瑕疵，但是他变法也失败。为什么呢？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变法那些有能力的人呢不支持，好像你比如说苏东坡好像都不支持，范仲淹什么的，司马光吧，第一个反对。哎，这些人都是很有能力啊，那你变法没人呐，没有人才怎么办呢？所以王安石在用人这一块出现了重大失误，就是他用的那些变法的人才啊有问题，他自身是道德楷模，但是他用的那些人都有瑕疵，就是也不能说贪污腐败吧，反正是有问题，导致他的变法呀也出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叫偏差。也就是说你是道德楷模，你还能要求你下面都是道德楷模吗？那下面人都是阿谀奉迎，对吧？你喜欢什么他跟你说什么，你喜欢变法他就给你变得更厉害，对吧？你左他比你更左。那王安石哪懂这些呢？人心是最难识的。那米莱也有可能啊，就是他是总统，他有可能他不会说个人想赚钱，但是身边的人你怎么知道呢？对吧？你能约束自己，你能把每个人都约束住吗？所以有的时候变法啊就被这些小人呢给破坏了。某种
种程度上也是投其所好。你不是喜欢变法吗？那我就是变法的人才。所以米莱啊，这当了总统1年多以后，现在遇到了第一个坎儿，就是身边人，你怎么约束身边人？说到这个道德模范楷模，对吧？你可以说米莱没钱，米莱当总统之前啊是个网红经济学家，估计也没什么钱。当了总统钱更不多，那总统的收入是固定的。你可以说啊，这个因为他没钱，所以他有可能要贪污，破坏了改革。那接下来这位马斯克，你总不能说他没钱吧？人家是世界首富，钱花不完，他还有贪的必要吗？对吧？如果从这个贪财这块说马斯克，那你就说是侮辱他。但是马斯克啊，我现在发现他越来越有问题。我说马斯克有问题，不是说别的啊，他对这个人类科技啊进步星辰大海，甚至他在美国搞的这种精兵简政，这个都是潮流啊，这都是特殊值得称赞的啊。但是马斯克所做的这个手法让我感觉到有点似曾相识。如果你关注到这一点，你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担忧啊，对吧？我昨天一个节目说了，我说马斯克啊实际上是在帮特朗普揽权，特朗普也乐见其成，也需要你这么一个打手，你给我攻城拔寨，无坚不摧啊。那个马斯克给人感觉是个酷吏。我为什么说他的一些做法让我产生了疑虑呢？就你回忆一下啊，西红柿啊颤什么打什么的时候，那个叫王捕快吧，后来坐轮椅的，他那个手法跟马斯克不是一模一样吗？叫未审先判，抓住一个贪官，立马还没审呢，先在媒体上把他搞臭，先说他几个老婆，对吧？玩女人，然后说他贪污多少钱，藏在池塘里面。总之还没审呢，这人已经臭了，群众都喊杀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一判呢，也不了了之。你说那个池塘里的钱，反正也没找着，几个老婆，反正也没说清楚。反正你这个人舆论已经臭了，你把你判个死刑，大快人心，是不是未审先判？这一套不网上过了吗？那马斯克现在在美国搞的就是未审先判，对吧？他派了年轻人去查的那些数据，他通过大数据啊，对吧？财政部的那个支付系统，他也可以访问，他每次都一惊一乍的。马斯克有个好处，他有个媒体啊 X 啊，就是推特啊，他查到问题不是说检察院交过去，我们给美国什么的法院交过去，我们要弹劾谁，要抓谁，不是的。马斯克第一时间就是通过媒体，就是他的 X 上面发布。你说美国人其实跟我们，我觉得也应该一样，吃瓜群众啊，那个心态都觉得自己的钱被人贪了。所以对贪官本能的一种厌恶，对吧？一说你是贪官，那就别问那么多了，就该办就要办，这是大家一个情绪啊，这是这种朴素的信念。所以美国群众啊，就等着这个马斯克一公布，群众就一片欢呼啊，这不就是个民粹吗？利用了群众。那你说美国的那些公务员，那一个个的谁还敢说话呀？老老实实认输。马斯克到现在为止啊，他没有公布一个罪证，对吧？你要说谁贪污，他不说了那个美国什么社保吗？给300岁人，还有300岁人还没死的，还在发社保，还有150岁的。美国建国都没有300年。问题马斯克把这一公布之后，这个美国群众啊，包括咱们国内的正能量就一阵欢呼，很开心。正能量说，你看美国贪污，对吧？比印度还厉害。这美国人说，你看这家伙敢把我们的钱给花了，不抓行吗？不抓不足以平民愤。但问题是马斯克到现在为止都没给出这个钱到底给谁了，对吧？谁把这钱拿走了？你现在大数据啊，美国也是无现金社会吧？他是用现金很少的，美国人都是信用卡，对吧？那个钱到你账户，那你这钱到谁那儿了？你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抓出来，不把他送上法庭？到底谁拿了这个钱？他没有，就是马斯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出真凭实据说指控谁贪污了，他没有。所以这个给我感觉啊，这马斯克做事，我讲这程序性还是有问题，对吧？如果你程序不合法，没有程序的什么公正，你就没有结果的公正。我昨天看一个报道啊，说一个特朗普的粉丝，也是美国的公务员呢，应该是叫什么美国什么国际开发署的员工，他是特朗普的铁粉，多次给特朗普投票支持特朗普，结果他也被马斯克给他解雇了，然后他就给特朗普发信了，请求特朗普恢复他的职务，他的工作。总之啊，我觉得马斯克在这个手段方式上面，就是你可以派你的这个年轻人，对吧？通过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通过这个调他的会议记录等等啊，你去查问题，查了之后你还得按程序去走，而不是把这东西摘出一个片段，通过媒体一发布，先来一个审判，把你搞臭了之后，对吧？你自己灰溜溜走了，这种搞法你难道不似曾相识吗？不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吗？不就是利用那些无知的群众，把他们当作武器吗？吃瓜群众他哪懂美国政府那些弯弯绕绕的，对吧？有很多事情他不
不能直接做，还得变通。就这个事情，你要想跟群众解释明白，你得花很长时间，说为什么这么做，对吧？你要把这个说明白不容易啊。但是马斯克他就不说啊，对吧？他就查到美国政府，你看这个钱怎么8000万付给谁了？居然给一个个人付了8000万。他只要把这个信息一抛出去，那美国人就认为你看这肯定是贪污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本来有法官有检察官一条一条去捋的，找证据固定证据，然后再判他罪的，把这个过程都省掉了，直接交给这些网友美国民众。那美国民众跟咱们也估计差不多，就看热闹不嫌事大啊。这个是我对马斯克目前做的事情我的一些担忧。我觉得马斯克做的对啊，精兵简政去查账，对吧？让美国官不聊生，这都是对的。但是他的方式方法，这个和那个对吧？上个世纪60年代印度发生的事情不是一模一样吗？发动什么什么去，叫踢开党委闹革命嘛，对吧？发动这些小将冲击这个机关嘛，对吧？不也是未审先判吗？你是走资派嘛？所以你这么一看，他这4层啊，对吧？他是有迹可循呢。我在有一期说了，我说这个马斯克有点像气场。我看好多有网友还不高兴，你看他这手段啊，像特朗普为什么这么重用马斯克？今天媒体报道了啊，人家法官问马斯克，你到底是什么人？马斯克说我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顾问，也相当于顾问，他没有正式编制，他那个政府效率部啊没有编制，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辅警，属于编外人员。编外人员把美国的正式工，对吧，给裁掉了。你说就问你服不服？就美国那么多公务员被一个编外人员，他那效率部其他人都是编外人员啊，不光是马斯克，好像他效率部一共100多人吧，都是编外人员，没有编制。马斯克说他是特朗普的顾问，跟法官说的，他没有正式身份呢。那你想想他跟特朗普什么关系？不就是特朗普任命的吗？特朗普的，我们说爪牙，给打个引号，不是你这个美国的官僚体制内的，那不就和东厂太监不是一个意思吗？东厂太监也不是明朝这个体制内的，不是那个文官系统的，不是官僚系统啊。我在想啊，特朗普和马斯克很有可能他清楚，如果把所有的都搞到诉讼，搞到法律层面，他恐怕不占优势。你本身特朗普做了很多事情不一定合法，那怎么办呢？那就发动群众，对吧？先让群众来批判，批判完了之后，你好意思上法院，对吧？大部分人就自认倒霉，自己惭愧回家了。一小撮顽固分子还有妄图跟特朗普打官司。平时见那个特朗普和马斯克不全赢啊，他有好多他输了。总之啊，我对马斯克这个精兵简政啊，这个查账，让美国的这些公务员胆战心惊，如坐针毡这些我都是赞成的，我觉得没毛病，应该这么干。但是程序方式方法要经得起检验。美帝加上阿根廷，再加上小兄弟越南，对吧？都在走这种邪路。那印度是不是坚决抵制，对吧？我们还是费点石头印度嘛，就喜欢摸着石头过河嘛，费点石头，对吧？就只是美国阿根廷、越南走出来这条路那我们还要谨慎呢，石头不能丢，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就问你能怎么着？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